科技进步 ，AI 当时行要查资料是真紧真利便，不过资讯敢正确就要斟酌啊。法国媒体发现，即马有一寡网站靠 AI 写的文章，写的拢顶答不是事实，目的就是要写人点入来看，卖广告赚片头。上害是目前也无法律通管。在网络找找资讯的时阵，现有公信力，而且被大家所用的网站，常常先出现伫找找结果内底。不过，对一寡成分的网站，你敢未确定伊的内容甲来源是真的？法国 France 24新闻台调查发现，为看起来正确而且有依据的专业资讯，其实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内容。France 24新闻台记者发现一篇经济学的文章，作者是经济学者吉拉杜范诺。网站列出伊的相片、作品甲学经历。记者联络伊本人了后，才发现这是一场骗局。Obviously, this is not you, right? Absolutely not. There's no confusion there. At first, I wondered if this was the editor of the newspaper or the journalist. Then gradually, as I read the article, I started to wonder i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d written the piece. 记者调查了，发现这网站是假网站，文章作者是虚拟人物，相片是 AI 形成图片，真惊人是安尼的网页数量真大。France 24记者就伫 Google 页面顶端发现超过130个安尼网站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假网站的出现呢？因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无所不在广告。记者调查发现，这网站若达到1000万访客，就能得到10万美金，相当318万台票的分润。这就是这充满 AI 生成内容网站存在目的。在 AI 工具的辅助之下，这网络编辑就用共一时间处理有40个网站，每一个网站一日就用产生出150多篇的文章。这工作伫厝内底完成。记者调出一个叫做维东的网站编辑，用稳重式调片机录这内容。We have questions to ask you about the site. I don't wan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. It's not that hard to understand. I'm just someone trying to make money and to feed my children. By generating a very large amount of articles thanks to AI, it's borderline plagiarism. That's not true. At no point would we use someone else's content. 记者问伊，一篇文章是引用女性期刊的一篇报道，对照之下，真侪内容用要共款。不过维东拒绝回答。目前这个文章依然伫网络的流传。记者社会问 Google， 得到的回应是公司咧积极关注产制大量低品质文章的假网站问题，针对特定网站使用这操控手法进行讨论。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。